来乡亲啊，回头继续来看总统府前的这个国庆大会，有袂少精彩的演出。其中这个中华职棒总共6队的啦啦队女孩的表演，就是焦点之一。因跳出着真有活力的舞蹈，甲中华职棒的热情展现伫个国庆的会场。 球团主题应援曲为中华民国庆生，也为我们的国家加油。美专良啦啦队女孩充满活力的舞蹈，加上激奋人心的球团舞曲，在国庆舞台顶展现舞技，祝福国家再次创造巅峰。每一场尽全力去拼战，我突破胜利荣耀在我主场。穿白色的队衫，6天台湾啦啦队真热情。 球队伫会场内跳应援曲突破，代表咱中华民国一直咧突破。无论是统一赛、好望韩将、中信兄弟，就连来自高雄的大江雄鹰全队交稿，庆祝中华民国713岁生日，替国家应援。来自台湾的孩子们。 未来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强劲队伍相互抗衡。招过来，那甜美的职棒啦啦队，也有中华竞技啦啦队，在空中训练拍车练，今年惊什么动作，因永远保持优雅美感。热情的啦啦队，马替国庆舞台增加青春活力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